虽然咱咱赚大分，但是咱来立马头来一下啊。我言立地走，我言不心，我言度量健康。啊，咱就是立地走，咱按照韩国，咱并不是，咱的立是地，咱的真正用作啊，咱的就咱讲安尼咱规模咱长大，变实际啊，这应该咱先个规则面来建立，所以呢，这关会咱立做，咱今年去啊，看咱规模食菜啊，较早食迄个要食素啊，食菜，安尼也好。较早咱咧了啊，因为平常食素啊，食菜啊，你就食素啊，哦，但是咱原在立地走，咱无啊，咱的度量关系。我们不比一些，我们不比咱人世上
先个呢，上面做三大年哦，天天在做先，又年轻做，一看人家哦，到节了哦，我也开始不看节了啊，不可能，就还有点这个讲还有点哦，啊，所以讲我会讲，那是就是又有上升，这为着要安怎把咱多来人，要互会能力，哦，咱安怎做拢不要紧，这就是咱世界，会是讲，哦，那上升是互相交会互相爱情，啊，不是，哦，什么人要理解，什么人要理解，哦，讲较紧的讲，啊，过数钱呢，也着搁在证明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大家爱做呢，啊，爱做电视呢，啊，爱做料理呢，啊，爱用电饭呢，咱讲，咱请无美，这种咱发心，这然后啊，比较开放的爱发，哦，现在是咩哦？好，这么开始，有的都要开始，这多啦，这多啦，这呀，出去他们就了，为了讲，台湾人把这个中国人民啊，台湾人是把这个厉害，我们台湾人要把这个厉害啊，啊，咱若大人就提前去摸啊，采购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咱们制造的人搞咱小，咱小台湾人，这台湾人来，不能给个皮咯，要不然你看被他打败，因为咱在这里进步下，哦，反复，他现不下，反复。